review 一個 root and branch review 運作咗咁耐啦。頭先你講嗰啲問題，以及好多醫生講過公私營失衡嘅問題咧，係牽涉兩個問題嘅。一個咧就係政府其實傳統，佢話小政府大市場啊。醫管局喺即係我幾位舊同事嘅經營之下咧，做到非常之大啦。甚至某舊同事話佢一晚可以摧毀咗私人醫生添啦。收埋佢嚇。係嚇。咁因為佢私營會做得太好啊嘛，咁啊變咗一個其實政府扮演一個好大嘅角色嘅，咁就其實違反咗小政府大市場原則嘅。但另一方面咧，即係可靠同埋其實幾低廉嘅醫療服務咧，亦都成為今日市民一個好重要嘅福利嚟嘅。特別係香港10幾年嚟咧，其實無論個人或者家庭咧，嘅實質收入冇真正好大增加。甚至好多社福界咧話貧窮人士多咗咧，政府咧係如果唔妥善繼續維持可靠嘅醫療服務咧，亦都對市民嚟講咧係冇盡到佢嘅承擔。咁所以變咗今時今日咧，即係我喺政府咁耐，時時聽啲同事講都係嗰個計數嘅問題。肥雞餐啊，或者減好多醫生嗰時候就因為熱赤啦嚇，咁咧就時時就為預算案而困擾啦，咁包括推出嗰個醫保計劃啦甚至而家將醫療服務商業化啦，政府要留意嘅一樣咧，就會唔會因為將醫療服務產業化咧，亦都導致本地市民得唔到應有照顧嘅問題。咁而家我覺得嘅政府咧，因為佢冇一個明確嘅政策咧，佢而家係兩頭唔到岸咯。喺某啲情況咧，醫管局可能太大，係壓抑咗私人醫生嘅發展啦。另一方面，佢又唔能夠對市民提供應有嘅服務啦。咁我對於將醫療服務產業化咧係幾有意見嘅。咁我暫時評論住咁多。